大家好啦，咁呢條片希望同大家講一講關於啲高中選科嘅問題㗎。咁當到咗中三選科或者 drop elective 嘅時候呢，好多人會有個咁嘅疑問㗎，就係話究竟我應該讀幾多個 elective 數呢？話唔話應該 drop 呢個 elective 數呢？咁呢條片就同大家分析一下，究竟要讀幾多個 elective 咧比較好啲嘅。咁呢，先睇睇考評局發放出嚟嘅一啲數據咧，我哋就可以睇得到咧，其實4+2嘅人咧係最多㗎，差唔多有70%嘅人嘅喎。咁，其餘4+1咧都仲有7000人到啦。咁4+3係多啲啲，咁4+4咧就超級少㗎。咁而要記住咧，呢一個選修項目咧係並不包括 M1、M2 嘅，所以即係你4個核心科目再加4個選修咧，並個4個選修就冇 M1、M2 存在嘅，所以先得咁少，得68人嘅啫。咁究竟讀幾多個 elective 數呢？咁其實我個人建議咧，就係如果唔係你想解嘅科目要求咧，4+2已經係非常之足夠噶啦。甚至唔打算入 City 啊或者 HKU 等等嘅話咧，4+都可以嘅，但要小心選擇並且睇清楚你所解嘅科目有冇特定要求。唔係嘅話咧，你讀咗4+之後咧，會有好多科都報唔到啊，咁有好大問題嘅。咁例如咧，我哋見到 City 呢個 entrance requirements 咧就係33233，就即係你要有3322，再加2科 electives 咧都係要33嘅。咁所以如果4+1嘅話咧，你已經係讀唔到 City 任何一個科噶啦。咁啊睇下 BU 啊，咁 BU 咧相反咧就係比較少啲嘅。咁其實佢只要33222嘅啫，所以相對上咧你可以4+1咧都可以讀到 BU。咁呢一份咧就係由 DSE 2777112嘅升學規劃中心咧所 extract 出嚟嘅一個檔案啦。咁上面就詳列咗究竟每一間大學、每一個院校究竟唔同科目嘅 general entrance requirement 係幾多。咁你見到咧 City 有332233啦，中大都係332233，科大332233。港大都係332233，咁其餘咧都係332222就 OK 嘅啦。咁其餘嗰啲4+1啊、4+2，其實咧唔同科咧都可能有唔同要求嘅。咁所以咧詳細你想入邊一科咧，都要睇翻你個科嗰啲資料，咁先可以作準嘅。咁但係要小心咧，其實大學咧係可以隨時改變佢嘅收生門檻㗎。咁所以要小心之後 drop 咗之後，突然間某某大學咧轉咗佢個收生方針嘅話咧，你可能就成間大學所有科都讀唔到噶啦。咁大家咧可能會有個迷思就話係咪讀多科穩陣啲呢？好多人想讀多科或者怕 drop 科嘅原因就係驚話我讀2科好似唔係好穩陣喎，我讀多科會唔會好啲呢？咁其實如果你冇能力嘅話咧，仲讀咁多咧，反而會仲差咗嘅。因為實際上每一科要讀嘅嘢實在太多，你未必一定會兼顧得到。倒不如唔好分咁多時間去其他你冇咁熟悉嘅科，去專攻一科，效果會更加好嘅。點解咁講呢？其實就係因為平四是大伏呢樣嘢啦。咩叫平四是大伏呢？其實即係平四嘅分數，4444444 best 5 20分，4+1又係20分。咁你入到 UGC 即係基本上 JUPAS 裏邊嘅大學咧，機會咧就麻麻地嘅啫，都20分。咁延伸閱讀下一啲例子啦。小明咧讀3科嘅，就係 Phy Chem Bio 全4 best 5 20分，4+都係20分。咁啊大明咧讀2科嘅啫，佢屬 Chem 同埋 Bio 就 drop 咗 Physics。咁你見到咧，阿大明個 Chem 咧就5喎，但係阿小明嘅 Chem 咧就得4啫。咁其實因為讀少一科咧，就會多咗時間去讀 Chem，咁所以總成績咧，阿大明就會高啲啦。咁入讀大學嘅機會咧，都係大咗嘅。咁當然啦，以上例子係喺一個比較理想化同埋理所當然嘅環境下模擬出嚟嘅。覺得讀少咗科，其餘科多咗時間就應該會升 grade。咁實際情況係可以唔同嘅，不過純粹係演示一個例子俾大家睇嘅啫。咁又睇下另一個例子啦。阿小傻咧就又係6條4。best 5 20分，4C+1都係20分嘅。咁大傻咧就比較奇怪，我哋分數3322 5星星5星星 ，best 5就22分，但係4C+ 得17分啫喎。咁可以見到咧，大傻嘅 best 5比小傻咧就高好多喎，但係4C+ 就相反。所以咧，大傻喺選科嘅時候最好選擇 best 5嘅科目，而且有科目加成嘅科去讀。而要避開選擇4C+1，咁就會比較大機會入到大學啦。
咁呢個係要有佢可能係一個有策略咁温書同埋有策略咁分配時間，令到佢有兩科5星星啦。咁佢揀科嘅時候，記住一定要揀翻有 Best 5啦。咁講一講咩係有加成嘅科啦，例如啦，又用翻相同嘅例子，小傻咧同大傻其實都係讀 Physics 同 ICT 嘅。咁小傻就6條4啦，大傻3、3、2、2 5星星5星星。假設呢一科佢想兩位想揀嘅科 ICT 同 Physics 都係有 double count 嘅乘2嘅加成，而呢一科係以 Best 5嚟做計算嘅話咧，小傻咧就會有8分加3個4分咧，就會有28分嘅。咁大傻咧，因為5星星5星星嘅關係咧，就佔咗14分加3、3、2，加埋咧就3到6分。可以見到咧，大傻比小傻個分係高非常之多㗎，所以咧大傻入到呢一科嘅機會係非常之高嘅，相對上。咁所以大家喺揀科嘅時候咧，都要睇清楚你想入個科嘅加成係點樣處理嘅，咁樣咧會令到你自己有更加大嘅優勢。其實，咁如果有其他問題嘅話咧，都可以 Facebook 問翻我啦。咁多謝翻呢個27771112咧嘅呢一個嗰個檔案啦。咁下次再見啊，我哋。